乡亲啊，这个气象署是继续来发布着低温的特报，讲天气冷，较会不到腰。若是一个无小心食伤多，热量阁会伤悬。医生讲，甲这个火锅、姜母鸭这个高热量的食物比起来，这个坚果、鱼仔类甲青菜热量低嘛较健康。另外，啉这个温滚水会使冻腰，阁来促进着代谢，袂输乎姜母茶甲烧咖啡哦。嗰种食材煮过了，赶紧食，搁啉一碗烧汤，规身躯拢烧起来。天气愈来愈寒，乡亲爱食火锅，嘛感觉讲胃口愈来愈好啊。寒人会特别感觉枵，迄是因为人伫寒冷的环境中，身体需要更较侪能量维持正常的体温，会加速新陈代谢。搁就是看电视啊，日头较短，影响血清素、褪黑激素的分泌，会加速人对食物的欲望。要不若无细致食伤济，有可能会过量。有医生就建议讲，会当食有蛋白质、纤维、健康脂肪的物件，像果子仁、鱼仔类等，会使避免血糖快速的升降。像姜汤、羊肉、红枣加冷饮，会使有款饱足感。看电视啊，是要啉姜茶，还是烧的咖啡？其实。半烧冷的滚水上有效。因为冬天会干燥，我们的水分会蒸发，因为那个适合我们的核心体温，因为它不是含有咖啡因，它不会因为热过度而刺激我们的咽喉和食道。另外，要加速新陈代谢，嘛使啉蛋白质为主的饮料。因为主要现在天气比较冷啊，我们的血管会收缩，那就很怕说会高血压的问题。那其实牛奶本身它还有丰富的钙质，可以帮助血管放松。第二个呢，我会首推的就是说我们的无糖的热豆浆，因为豆浆本身热量比较低啊，又丰富的蛋白质。寒天时啊，食物件嘛爱呛，才袂讲寒人一个过唔敢蹦体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